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的9月14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73篇21节到28节，箴言25章第1节到28节，歌羅西書第3章第1節到11節。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新舊的生命。咱现代科技逐日拢在进步。会记大学的时阵，学校开始有电脑的课，但是阮所读的台湾师范院却无吼。迄时阵拄开始尔。伫大学毕业了后，就家己欠钱买第一台电脑。有拜托古早带领的教会青年帮我来租一台。迄个当阵大概开台票3万几箍，租一台电脑。软体顶悬咱讲叫做286，迄个时代。咱讲桌顶的型的吼，即个电脑，云幕足大幕的安尼吼。当这时开始用的时阵，佫爱一片安尼遮大片，5寸的即种软片爱去开机，爱对所有的 DOS 开始入去，即种的时代。嘛因为无啥想要开钱去学电脑，所以即个帮我租电脑的青年伊变做爱负责教我。但是伊伫台北，我住伫桃园，所以就爱用电话用即马上流行的叫做远距的教学啦吼。咱到现代嘛是佫真远距的即个教学，但是毋是佫用电话是透过网络，透过 Line 因为即个青年即马伫日本咧上班。过去我伫加州，即马转来伫台湾，共款保持即个联络甲学习的状态。只不过是所用的即个媒介工具甲电脑一再更新啦吼。现代人一日一个人会当有几若台电脑有桌顶的有迄落咱咧讲笔记型的吼。含即马上细型的电脑、手机嘛是真厉害安尼啦吼。科技的更新的速度紧到超过咱的想象啦吼。咱可能定定感觉讲落地的金钱永远对袂着这个设备更新的脚步啦吼。但是呢，无论科技安怎更新，这速度偌紧，有一个事实咱袂当去忽略的，就是这个新的科技、这个进步的脚热，拢是踮伫这个旧的基础顶悬。却不断伫咧褪旧换新的这中间。其实基督教的信仰嘛是咧讲这个部分啦吼。咱不断咧更新，但是咱却无法度离开旧的基础。但是咱佫无需要被这个旧的事来牵绊，若无呢，就无法度继续来更新。基督徒的生命甲基督同过活，圣经甲咱讲，咱已经成做新创造的人。到底什么是新创造的人？伫圣经内底时常提到这种新甲旧的概念。可能咱一般基督徒上熟的就是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伊讲，若是有人伫基督内底，伊就是一个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去，拢变成做新的启示录21章第5节的经文嘛咧讲，坐伫宝座的讲，看我将一切拢更新佮讲你着爱写咧，因为这话拢是通信的，是真实的。所以弃旧换新是上帝伫咱心上的心意。但是什么是弃旧？伫圣经的意思是真值得咱的思想的。
保罗讲，所以兄弟啊，我用上帝的慈悲劝恁，将你的身躯献上来，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欢喜的。恁安尼的侍奉也是理所当然。伊佫讲，毋通效法这个世界，着爱心意更新来变化，叫恁来查看上帝的好意思，顺传通欢喜的旨意。这是伫罗马书12章第1节到第3节，保罗非常清楚提到着更新心意，更新来变化。迄个意思毋是讲安尼变甲好，安尼逐个都袂认真安尼吼，是讲莫效法即个世界，就是讲莫甲即个世界共一样啦吼。而且爱查验什么是上帝好佮顺传通欢喜的旨意。格罗西书嘛安尼甲咱讲，所以恁着爱治死恁心上遐个做歹遐俗世的欲望，就亲像淫乱、污秽、邪情、歹欲，甲即个贪婪吼。伊讲贪婪是一种偶像的崇拜，对这个属上帝的义将要临到遐无顺从的人。恁对用过捌活伫即类的欲望的中间，受到伊的支配，但是现在恁必须爱来决断这个事，袂当阁有手气、暴虐、羞愤，袂当讲诽谤、污秽的话，毋通彼此欺骗，因为你已经脱掉旧我甲旧的习惯，换着上一个新的我。这新无搁再有希腊人、犹太人的区分，无搁再有受甲礼无受甲礼、野蛮的未开化的奴隶自由人，等等这个分别。基督就是一切，基督贯彻这一切。伫信仰基础顶悬，咱讲到弃旧并毋是完全单调旧的性命。亲像咱活遮大遮济岁，咱无法度完全弃旧啦吼，咱爱伫旧的顶悬去更新。其实圣经所咧甲咱讲的是单调遐个俗世的品格性命，倒转来到上帝的特质，搁一摆来被创造啦吼。最后，咱要用保罗予以弗所教会的教示，以弗所书第4章20节到24节，会更较清楚甲咱讲，啥物是弃旧换新啦吼。伊讲恁学着基督，却毋是安尼，因为恁听过伊的道理，领受伊的教导，学伊的真理，就要脱去恁进前行为顶悬的旧人。这个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歹，佮将恁的心智换新改换做新，并且穿新的人。这个新的人，咱注意听一句这个新的人是照着上帝形象所创造的，是真理的仁义甲圣洁。这是保罗甲以弗所教会基督徒所讲的教示。这个弃旧的新人是倒转去到上帝原始的创造，也是就是讲，伫亚当甲夏娃犯罪木拉三进前，迄个完美无罪无瑕疵的受造者，是离开罪、离开世俗。搁倒转来伫上帝面头前，迄个原始创造的生命，这才是真真正正圣经咧教示新甲旧的意涵。咱是毋是有离开旧的生命，倒转来新的生命呢？
亲像约书书第4章所讲的，搁若主日牧师会讲到对顶原来的智慧，牧师会甲即个今仔日的主题来甲做伙来讲有真密切的关系，也毋茫咱会当当做一个新创造的人。